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初4，马太福音10章38到39节安尼讲：毋拿家己的十字架来缀我的，嘛无资格缀我。要得到家己的性命的，为丧失性命；为着我丧失家己的性命的，为得到性命。三个来祈祷，爱愿拿家己的十字架来对主耶稣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至权无比荣耀的上帝，你是掌管全地的主宰。你的名牵着阮的尊重甲懊恼。你的阳光遍满伫天地万有，主啊，有着一切，拢因为你来创造，也因为你来建立。主啊，我们一生来尊你最大，也要保养你的好名声，直到永远。主啊，你的呼召提醒阮，毋是去过安逸的生活，咱是着背起十字架，还是舍己顺服的道路。主啊，因为毋拿家己的十字架来对你的，就无资格跟对。想要得到家己的性命的，为丧失性命，愿意为着你丧失性命的，为得到性命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